闹捏打擂台，就觉得很有家的感觉，因为吉娜姐、罗姐、雨涵都是。罗姐在哪？哎，讲错了，你怎么知道是罗姐？罗哥，吉娜姐跟罗哥。人生才是。以前哦，有染症了，就确诊。哦，男真有染嘛？他有一样用到吗？你还上用？还好，就是进咳嗽这边嘛。咳嗽。对啊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強下來。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羅斯峰啊。來，吉娜大家好，哇，仲酸啊，哎，仲酸開始比賽哈。係啊，我進入比賽時間哈。係啊，疫情嘅關係啊。因為疫情哈，延誤到那個歌唱比賽差不多2年人嘅時間啦。2年人嘅時間啊，所以2年人啊，就製作單位也非常的辛苦啊。係啊，尤其製作人也對哈。那鬧到我們要直接轉那個遊戲綜藝節目了。啊，真的。都唔記得不能喺歌唱節目了。對啊，鬧到遊戲綜藝節目也係歌唱節目，結果傻分不清楚。對，結果安尼是比賽節目。我們是綜合性。綜合性的。那個叫什麼？怎麼？一個餐廳來講，那個叫什麼？複合式，跟餐廳一樣啊。你後面好會接你話。哎呦，真的哈，真的呢，真是要多有存在感。真的，小剛老師太厲害了。係啊，太厲害了。對，真的。所以啊，我上次當到朋友，沒想啊，有研究啊，參加比賽啊。青島朋友滿眼啊。係啊。哦，所以安尼節目可以適合今年安尼。歌唱比賽啦，歌唱比賽啦，要回到我們的本身來咧。但是根本亦唔係真實比賽，根本算係暖身賽。暖身賽，本來就係比一下歌舞的同我感覺。所以有請到那個參賽朋友來到我哋節目當中。歡迎啊！看到佢啊，就係非常嘅歡喜啊。真嘅係啊，不管是流行組嘅啊，傳統組嘅，全部喊彩呢。喊彩。當然喊彩咯，身體很青天呢。魔術到以前嘅樣樣，一等他張嚟滿結掉，對，有輸到啊魔術到。人家之前有 V 面站嘛，有啊 ，V 面5冠呢，5冠，係啊，5冠喊多一班聽聽。好啦，介紹下你，羅浩然，歡迎。哎呀，你之前嘅 V 面站連續5冠。上到又斯文，我又創到好，越來越帥，又有氣質，這2年是有去做，是不是？越來越帥。等一下，再好好的訪問下，好唔好啊？還有其他朋友，司機朋友，歡迎啊，還有新朋友，轉到你舞台當中來，係啊，安尼雖然沒真實的比賽，但是安尼有請到評審欣賞。哦，係，你唔會好好來談評審欣賞建議下嚟，好嚟 TV，一家小先生。總比先生，尤小琪先生，等一下，呢麻煩各位老師啦啊！但是呢，比賽之前，好不好？給各位暖身一下，對，觀摩一下前輩的演唱。對，我們找到了這一位金曲歌后級的金曲歌后，還係非常優秀嘅創作歌手。沒啲人嘅節目脫穎而出誒，冇錯。安尼黃雨涵，雨涵帶來後台嘅歌曲，好嘛？聽一下，好不好？做得嗎？還是想直接要？跳過，不能跳過。他們想，我們就很厲害了，幹嘛一定還要找人來示範？沒有，不一樣，冇強用專業嘅類哈。本堂一下專業嘅，乜嘢都專業，好嘛？黃雨涵，我帶來後堂嘅歌曲來。歌曲。嘅說實經驗，佢天係說實嘅心，佢用嘅做成玻璃個湯灰，佢身邊嘅經驗，做得真熟悉嘅嘢，假說明在個湯灰。
天公路过水后，又扛在路上头，看到这个的面容，不禁看。So I have to do this like that. Oh, you lose control, you lose control. 一感光你的自由，你肆意改变。我很爱这个的风浪，我很爱这个的风浪，我总爱这个的风浪。这个的风浪，我很爱这个的风浪，我很爱这个的风浪，我总爱这个的风浪，我总爱这个的风浪。四面八方，感受控制。对啊，舞台上的皇后，雨涵呀，他这个歌曲跟那形态，对吧？看某共用哦。以前是很文青啊，拿一把吉他，然后后来创作暗度，进了也有团出一周了嘛。他现在有团队，现在就是有点很新潮也非大半年都是一直拿吉他弹唱，对，觉得想要解放一下身体，所以开始挑战这种比较需要身体律动的歌曲。两条狗也对啊，这个创作故事，有没有想你是想要把自己当皇后？给人家伺候？不是这样说，是因为那个他给家庭就是父系社会嘛，对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们家是这样还蛮明显的。我们家，可是他们家是女生说了算。对呀，真的吗？我们家女人为大嘞。是哦，哎呀，对呀，好可惜。对，大事是男人决定，小事女人决定，然后都是小事。原来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就觉得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生长，有时候会觉得说，为什么哥哥可以？我不能做这些事情。哦，还有现在这个年代还有这样子分哦。不是说重男轻女，你们家都很传统哎。不是说重男轻女，是说应该说社会对于男女有一些规范，平庸跟规则。哥哥可以，为什么？哦，哥哥可以晚上出去玩，为什么不行？然后就是觉得自己，当然对于男生来说，他们可能肩膀会稍微来说比较重一点。哦，对，社会责任。男人一定要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定要这个手中有艺啊，腹中有墨。哦，肩上有担，心中有爱，男人基本上一定要这样。四大金句，对，好好记下来啊，要讲给你哥哥听。对，下次我们再听到这4句再。没有啊，我跟家人很好，但有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女生如果可以多爱自己一点，心某汹涌，对，多爱自己一点，然后有自己的想法，就可以不用害怕，勇敢去做这样子。对，要当自己的皇后。
对 Your Queen 这样。对啊，一首好歌啦。对，大家以后哈，如果比赛的时候可以唱一下啊，可以挑战看看，我蛮期待大家唱我的歌曲。你还各位没听懂你冲啊？这个哇，真的呀。但这种歌比较没人会选。因为他唱的是一种不好驾驭，经典公司菜发，真的是他的特色，不是像一般那种比较拔辣的一种歌曲，高唱，像他的歌就拔辣跟现代跟创意跟都连接。好啦，不是讲爱啦，不要讲他的，不用硬挤词汇。我的歌只是 key 高而已。key 高。好来，讲真的，每一个歌手。每一次在表演之前，一定会有一个去给他开嗓的方式。你敢有哦？对啊，用好戏哈，用重哦，用重学一下。T 总就会爱会一直讲话。哦，共发一直聊天，就是用平常这种。我也是，对，要一直讲，而且要讲个5个小时才会开嗓。所以我一直在每次要比赛的时候，我就是一直在后台一直老太嘎大追顾啊。哦，真的呀。跟工作人员就说啊，你为什么在台下的时候这么多话，上台之后就没有话讲？我说因为在开嗓。哦，讲话也是一种开嗓的方式。没，但是当多个人那个主持人有的某个讲法讲究的，个声音会变态呢。哦，讲法。好像冲黑哦，好像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，还是发声方式、发声位置不对。有可能对他们来说讲话是比较伤这样。我要吃力这样，也要穿太抖了，他讲太久。这讲话这个好像没什么建设性。对啊，还有供你那逢事嘛，另外一种。好，听一种就嘿，我会用气泡音来。气泡音，对，气泡音就是OK， 罗哥没 boy。罗哥轻 boy 呢？对，两岸 boy 嘞。好厉害哦！他除了可以按摩声带之外，他还可以让你练习你的腔的转换。因为你听声音的时候会南 boy 呢？我只能很大的气泡。奇怪哈，为什么你也不会？我那天也是跟苏荣姐讲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上台前就不要紧张，我们就是放松心情，然后就让自己喉咙放松。两腔有了。一点点，谢谢。对，再下去我要吐了。因为要这种方式的，是在世界各地很多的声乐家或是一个歌唱家，他们在上台之前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方式。其实它的原理黑不黑不一样，声带就是轻微的震动，就暖嗓这种按摩的。我也是后来碰到一个专业老师，他教我，因为我录音之前呢，他跟我这样子讲，我后来就开始就把它每天几乎我都这样做。有，没事我就每次录影我都一直听到。我还顺便练一下日文这样。罗哥，你其实这个嗓也可以唱死金的，有些像个金属的嗓音冲进去。这是蒙古腔的，这是呼麦，对呼麦。好了，差不多。这是你的开嗓方法。等一下我们再问那其他2位老师，他们是如何来开嗓的，好不好？也希望你的《皇后》这首歌能够让很多人都关注，好不好？Queen 今年金曲奖就等你了。哇，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再去玩一次啊！好，你不会麻烦哦，你请紧张对吗？真的呢，做评审，第一次坐那个位置，周评审欣赏，从来没当过评审吗？对，以前都是在这里，要学习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让他们有没有好建议？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经验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好来，回到你的客座老师位置，好。都马上进行今天暖身赛了。暖身赛 ，TV 还新朋友。哎呀，这个没唱得很好唱得清后，对他印象还懂什么片呢？真的哈，懂什么片？今后上个时间就冲走了嘛，得到评审团台奖看。对。好 ，TV 来自屏东的主题，李彦峰带来叶公公。来，看看啦。天蓝南天，愛行那一條路，環境嘅
公嘅自由，交并天马嘅世界，来银行依然心中期待。第一鋪副卡有千百條故事嘅永遠數卡強卡掉公公。天橋地背強線的尊呢，愛定強卡迷幻呢，飛了馬嘅愛離開，跳擺單純嘅世界，重要同樣，日公公秀才郎，了解故事我已經從誰堂都在對跳擺嘅流順下來，日公公秀才郎，基本應愛能變那麼樣，定日公大下公顧嘅龍應該那一有千百條故事嘅永遠數卡強卡掉公公，天橋地背強線的尊呢，愛定強卡迷幻呢，飛了馬嘅愛離開，跳擺單純嘅世界，重要同樣。才郎，了解故事我已經從誰堂都在對跳擺嘅流順下來，日公公秀才郎，基本應愛能變那麼樣，定日公大下公顧嘅龍應該那一才郎，了解故事我已經從誰堂都在對跳擺嘅流順下來，日公公秀才郎，基本應愛能變那麼樣，定日公大下公顧嘅龍應該那一哎呦，真的，叫我看到，係咩？懂本嚟嗬，嘿，佢見到見本啊，要家表演冇強用，係啦，因為佢叫冇啦，送拜落係前年嘅事情，你一年其實係咪帶定嘅合集，我帶我的合集過來送本，對，是吧？去年就因為後來就送太好嘅嘛，今年就轉到中央。投演出書哦，真的呀！那是我們尤老師的學弟哦，哈，尤老師，對，客家學院，客家學院，哦，哎，咁2年啦，V 到2類比賽爭轉到投演，對呀，一部分係因為想講一年先係推動嘛，想講有時要來台北表演啊，或者來台北錄節目就會幾麻煩，因為體驗嘅，嗰陣因為想講啊，多投演過來啊，離台北嗰圈啊，過來比賽啊，或者表演啊，簽封片，嗰陣想講有這個機會，中央還是個好學校，想講轉過去，說轉就轉，因為係想講，因為係我除了客家以外，我也很喜歡閱讀，所以我也去修很多文學院的課，對電影的課之類的。
嘅咩改好，嗰時想講。藝術方面咧。哎，就嗰時哋仲用太好想講係個今後嘅機會，我就只有講嘢。對，很有想法的一個年輕人，對嘛哈。因為佢之前都做創作嘅嘛，還係訓練自家來參加歌唱比賽。錯，因為係唱起來個就會比較舒服。唱片嘅，因為我咩改好唱片嘅一個啦，唱以後嘅一個咩改好唱。不過有時唱嘅時候想講，它是一個練習啊，因為唱片嘅講嘅練習都有自家嘅秘訣，發現以前改困難嘅事情，我一直練習，嗰時想講錄一個節目，因為腦嘢大擂台，想講過嚟。從細看到他，從細看到他，應該就覺得很有家的感覺，因為吉娜姐、羅姐、雨涵都是。羅姐在哪？哎，講錯了，怎麼知道是羅姐？吉娜姐跟羅哥，然後就是回到有，他只是很久沒用，還沒變節，有冇卡嘅感覺啦？羅哥，阿勇就抽了，因為有平時欣賞做的本青島嘅建議，對嘛？所以啊，做唔來比賽嘅演員，初中就抽了啊，清華啊，對，希望嚟記住，啊，相信人啲觀眾朋友應該係記得記啦，因為當傑出嘅好上朋友，高中就去給他發行嘅作品集，這樣子，還不能叫專輯，叫作品集。因為什麼？你現在還沒滿20嘛？今年要滿了，要滿了啊，還算年輕。我有點頭昏。好了，從頭來，面對現實，嘉修老師。冇簡單誒，係啊，尤其講佢氣聲，唱歌噶，規下你創發出嘅規下種氣聲就去唱歌嘛，所以真冇簡單啦。不過你點你自家咩底啦嗬？聽一百個吊公公噶，那個地方那3個字跟三角絲做唔得分開來啊！你這邊吊公公，哎，就真奇怪咧。低下泡沫卡有前方跳過時間，永遠數下強下掉公公。做呢種還是咁講，誒，愛用唱歌真冇嘅難啲，愛用嘅方式。鬼術歌愛用唱下來哦，而且還轉假音啊，就清楚技術啦，所以我相信應該慧茹老師會很欣賞這樣的。以後像我們做和聲的話，最好是找這樣的人，尤其男生會氣聲的，冇幾多。對，真的對啊，有個氣非常欣賞，好羨慕。這氣力要很強。對，給你呼吸的肺活量很強，真的，清楚氣啊嘛。对，而且他真假音的交替非常的好，我很欣賞，因為很不容易，就是在3個字裡面就是真假這樣子交換，我覺得確實在這個部分我覺得很棒，而且他的聲音沒有傷害力，就是說非常溫暖，我覺得這真的就像療癒系歌手，對，真的很棒。吉娜姐配療癒系，我療癒嗎？我是長相療癒嗎？還是歌聲？我搞不清楚。長相療癒了很多人，真的很療癒，開心就好。開心就。你整個衝干還是剛剛講，旁邊的感覺溫度不太一樣哎。我們的老夥伴哦，因為我們合作很久了，所以彼此心電感應水滴嘞哈。對，這提供哎，慧茹老師一定會很喜歡的，這樣。好，謝謝。來聽一下，你喺後朋友還有兩面兄，義宏，好榜樣。嗨，燕峰，安有冇看到嘞？其實，在每次比賽的時候，看到燕峰表演都係表演自家嘅歌曲，也創作嘅歌曲。古說了解係愛聽拜唐吉唱片上人嘅歌，對，然後也是我第一次看他沒有拿吉他，真的，對，原來身材還不錯。冇吧，變鬼皮呢？客氣話，所以我覺得他拿掉吉他的肢體，我有嚇到，很自然。因為對我以前在比賽的時候也有被老師說過這個，對，所以我覺得肢體是如果你拿到吉他，然後很 enjoy 在舞台上的話，我覺得你可以把更多的心力專注在你自己的聲音上面，這樣對，所以我覺得很強，非常厲害，對，然後。認為應該講呢首歌曲咩係聽拜來當年大旅團唱嘅歌曲，對，然後我也覺得這首歌它比較需要注意的地方應該是中間pre-chorus 那一段它的那個字比較多，所以換氣跟它的拍子可能需要注意一下的，對，但我覺得整體上。對，就聽到了燕峰的版本，覺得很暖心，療癒。哎，好，謝謝，好，謝謝。
评审出体验，错啊，给了我，讲得很稳呢，兴奋啊，兴奋，很厉害呢。哦，你们就多注意，就会些问题听听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大家下个礼拜就开始正式比赛了。下礼拜，哥跟你走哦。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好嘞，合作休息哈。好嘞，下來去來自台北市強威總帶來情歌傳心上。好啦哦。你從高雄轉到台北，距離家裡比較近，你喝酒就會比較會被發現，不是嗎？不會啊，在外面媽媽也不知道。是不是？他現在不就知道了？這段會保留。而且我跟你講啊，媽媽，她常常喝醉超瞎的，喝到斷片了。沒有很斷片還沒人撿屍哦。比种真实啊，3件事逃出，帅帅是哈，哇，按叫冇来哈，錯，哎呀，有上個大舞台嘛？有啊，金鐘嘅蘇金尊，通常係蘇金尊，冇比賽，你講金鐘嘛嘅？唔知嘅，叫冇獎你送嚟就會金鐘啊，奇怪啊，都少會啦。
练习的时阵无乜嘅問題啊。試創嘅時候，不過創嘅時候奇怪。聽說老品是欣賞有關的。你們眼睛是有帶殺氣嘛？雖然還蠻窺視鼻水，關心一下唔怕。你唔好酸粉水。不用輕鬆，不用輕鬆。係啊，哦，因為疫情當中，按兩年人有許多乜嘅影響嘛。該生發嘅時陣，較有多影響啊。生發嘅時陣啊，有影響。仲喺睇該上課嘛。你有上課？我喺該教書啊，嚇。你教書啊？教該聲音嘅本土嘅本土語言課程。聲音什麼新傳師嗰個？該就冇法度去學校上課嘛。聲音也冇法度去學校上課。但是一開始是該還沒線上。該啊，因為我這個本身係田螺嘅啊。我是會應該講，佢學校要求啊，要求個聽學個，做唔得聽去學校，做唔得聽學做啊，要繼續上課，繼續上課。但是上個有啲人是用翕嘅。cái hip hip đó用cái gọi này摄影的哈 ，hip hip đó，hắn就是送到 YouTube 上過。hắn還是因為我這個係做電腦的，hắn還是用cái款的 PowerPoint。PowerPoint cái款的，cái寫cái款的是教案啊。寫本聲音呢，hắn佢學校用到cái學校cái遠端的磁碟。遠端cái磁碟調度，hắn聲音是以點個位數，hắn是做的。下的下的，是做的個圖書做的，哇，厲害呢！冇啦，真的，本身自己本帶自己寫程式去，不用自己搞出來。妹慢慢是因為安樣做吼，較甜嘛，佢個下中用台風，嗰款嘅大概中用台風，其實有可以安樣動作個課啊，我是報名去上。送了解到個是 Google Meet 解到是要教我到，教我到用扮演而家款嘅線上解款嘅，佢個是開始而家圖，個中央台解到線上嘅動畫嘛，嗬，個教個助教解到攏會教我到，但是按是解，佢聲音未學動家噶，聲音未學動家，但是個貴則解款嘅程度都嘛。個長途突然提過去了呀，為咗學個教育，因為個長途突然提過去了。對，其實這個疫情當下，很多父母親本來電腦都不會的，因為要線上教學，什麼都要去學，全部老同個小朋友聽書，也竟然正經用個 Google Meeting 輕鬆上課，真方便。對，雖然疫情的影響到眾多一個行業哈，但是這個科技行業反而是起來了，對啊，很奇怪哈。對啊，因應時代的需求。是好，所以這個是他在疫情發生的一些事情啊。來，從說唱，想必欣賞。魏總工你好。你的嗓音真給清嘹亮哦，很嘹亮，你的聲音非常的亮，我覺得那個我們在耳機裡一聽，哇，乾乾淨淨的，我覺得真的是非常漂亮的音色。好，然後你唱歌的時候，我覺得你有一個很棒的特色，就是你會歌會退回來，你不會全部都一直送出去，歌上才這樣。哎，你有這樣的一個進退的。這個拿捏，我覺得這個是內縮。哎，對，非常好。他不是每個都這樣哦。比如說歌上，他又知道送出去，所以他是常常在第一個字的時候，你會做這樣的一個詮釋。我覺得這是你非常厲害的地方。好，但是有一點點，有一些地方要本也在建議哈，就是說，是娘咪給你聽呀哈，你會把它斷掉，然後拜娘你給歌上，其實你在懷念這個思緒應該是連貫的，可是你衝起來就是拜娘哈哈，你會這樣子哈哈把它帶過去，拜娘哈哈你給歌上哈哈，就聽到你很多哈哈哈，全部就斷開了。好，這個你的變成我們在聽你跟反樣跟時節，應該是一個很美的畫面，可是你全部把它切斷了。思念你的心呀，
所以也许下一次你可以练习看看。怀念你的故乡，把它连起来。哦，可能你不是女生，可能不用像我这样子，可是你可以怀念你的故乡，也是圆滑的，就不会听起来让我们听到怀念你的故。整个副歌比较多，这样子切断的问题，好，把它调整过来就会清后。哦，谢谢，真的。哎，我刚也听到，因为有一点这种感觉。哎，这个注意啊，这个是真的，有一些歌该断，有一些歌该粘，还是要粘一下。KOV 要注意一下就好了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！好，安之些，多加，好了，回做休息。好，开讲。係。三人家落部什麼？為此行足關係，落菜有得來上下。等啦。到底要幾多猛攻出台幾番？千言萬語點起滿河，應該是存在，散不空連發，衝出手面發。愛會見你嘅書，一路後，一路後，就下。來呀，幫我參與。你看光都不打是怎樣？我來點料啥默默緊，因為我衝的，是嗎？好像很拍誰啊？哎呀，很拍誰嘛？對吧？啊，衝得很好啊！唔緊張哦，敢不會？敢不會？不會啊！我當有咪拖呢，很投入誒。輕投入啦。當有感情啊！他剛剛那是誰？對啊，颱風做得輕好。哇，好投入哦，不錯啊，有進步，有進步，有比之前進步當中，比較有那種在舞台上唱歌的那種各個表演感覺，有歌手的感覺，真的，之前就是素人的感覺，對啊，比阿唐貢
抢个高雄转后来，对啊，台北图书。你干嘛？你们是讲好的是吧？跟叶峰没有，还是两个？没有啦，一样去中央大学，是吗？没有，商业大学，台北商业大学。哦，没请离婚呢，真的。因为想说高雄太远，高雄中原，对，想说回家很远，要么就是花时间，要么就是花钱搭高铁这样子。哦，因为有比赛的关系，也很走条路的关系。嘿，你走哪条路？也会计。会计，你毕业了？还没。兼差。对，对。哦，打工。哦，当会计师啊。会计事务所。事务所。还不能考会计师。哦，还要再考。要毕业才可以考。哦，那真的可以帮很多人逃漏税。对啊，你穿太短了。对啊，那你的问题，你从高雄啊转到台北啊，距离家里比较近啊，你喝酒就会比较会被发现，不是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会啊，不要在家，反正只要回家才会被管，对，在外面妈妈也不知道。哦，是不是？他现在不就知道了？我们这段会保留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妈妈，她常常喝醉超瞎的哦，喝到断片哦。没有，断片还没人捡尸哦。开玩笑，你这样很伤人呢。对啊，我开玩笑嘛，不会断片，小酌，马塞，你看这么专业。好了，小心啊，偶尔喝点酒放松一下。小酌怡情就好嘞，抢专业欣赏来咯。公平蛤蟆老师哦。彩柔好来进步了多多哈，那个双舞台的经验都慢慢的累积了哈，对，就按那开始的比赛啊哈，有可能有几个问题哈，论建议一下，那个燕峰可能要谈一下，就我们客家的客家诗啊哈，人家从来吸烟的哈，可能你那有一个概念上面要很清楚，我们客家话的视线。每一个音都是向下的，所以那个燕峰跟这个彩柔面临到同样一个问题，那问题呢？你们所有的声音从头到尾，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，全部都是喉音。不管你唱再高，不管你用气音还是用喉音去推的，所以它部分它并没有穿透力，在我们耳机里面听得很清楚，但是在现场的时候，只有我们音响开比较大声，或者我们gain开比较强，你还可以嗓是比较弱的。所以彩柔，你刚刚面临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后面参赛者全部面临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发现你前面用气音、用胸腔压气的时候，声音哈塞长嘛哈，但你到副歌想要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用丹田气，事实上它落差音量差了4-5倍嘞，你有感觉吗？声音的重量，然后位置，然后它那个力量，就差了4-5倍。所以这部分就讲可能你要慢慢去了解一下，就讲这个声音啊哈，声音要下胸，然后人家懂真看的客家发音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唱的客家歌就会变成外国人或其他语言的来唱客家歌的，人家事实上客家音是听不太懂的这样。好，给你一个建议。哦，什么欣赏？你的那时代好，后来欣赏唱到。谢谢，对哈，什么菜油？好了，杀好了哎，杀了嘿，没有律师枕头名带来随言。来，当然了。后面各位嗓音音质真的很好，清厚清讲，对呀，有台讲，哎没，又扎实，对，有种从那种传统的国味真的懂事很，没人跟他比。山中的难眠，何必为情苦缠绵？记得过往梦的
梦都演变，月下千平一线间，悲欢失散总是难免，何必为情苦缠绵。浩明哥的嗓音这真的很厚，清厚清讲哈，对呀，有台讲，哎没，又扎实，对对对对嗯，有种创那种传统的歌味真的懂适合，嘿，他传统的他加流行歌，啊，他传统的他加流行歌，哎呀，没人跟他比，对，牧羊讲歌书一多，民间高手很多你就属于民间高手啊。高手在民间，你没有出来，谁知道你那么会唱？嘿啊，对嘛？你空的，你空都不卡当宅男。嘿啊，嘿哦，宅男哦，没当有一视察嘛。哦，因为我退休係話哦，退休啊，退休嘅，又在有人機會多賺一個人公司試嘅人專車啊。哦，退休嘅，對，我頭擺都係先做客員做，因為。退休係為嘟嘟公司要攞一批嘅人啊，退下來，做下嘟嘟接家業。哦，公司這樣都辦嘅一種車退而不休啊，對啊，專車租音樂可能是100、200。哦，冇，我音樂做好多嘅哦。比如來講啊，大概啊4點50分啊做行業啦，坐火車坐嘅3年啊，開車，然後再以。3億9條拖，你再嘅苗種嘅學生嘅，再然後再一個學校地位，要停定要再加一邊嘅樣嘅學生仔依到苗農，苗農啊，即係差唔多8點人了12點，12點啊要做嘅樣咩？嘅樣嘛安親班咧，做2陣，做完呢差唔多4點人要停定要做學生仔，下課嘅，即係再幾樣係3年多轉來，再坐火車，對，裝木卡，裝一部卡差唔多7點嘅，7點，差唔多1點睡冇。那平均差唔多9點睡冇。哦，佢差唔多啲輕做紅蟲啊。所以講，我生活做較單純啊。就你做兩個，學生係撩，我做撩。學生上課我做上課。所以我生活做較單純，簡單啊。人講係較無聊嘅災難啊。咩唔係啦，做條路可能有固定工作，差唔多穩定嘅，有體力咩？唔可以上東上西。來，衝水唱嘉修老師。好啦，老師。後面冇簡單嘅嗬，你唱過上岸好，還有奧斯咩清好，頭先嘅蛤蟆先生講嗰啲比較高深的東西哦，其實中就是講，你客家話哦，它是每一個字有青島音夾起來。你將你啊，點會唱詩清寒嘅出海闊天空嘅哦，海闊天空那個地方，嘅海，它是3個音合在一起的。那你那個地方你會清夾咩？所以各位你就都要雜。你要是聽中的話，還是跟我講，你從客家國家這個客家的發音哦，會讓你發得較準的。
你啊准甲出入位然后嘅粉丝甲嘅特色诗嘅高低音嘅旋律是无相同，日本人都哪位用哪位嘅共鸣嘅无相同嘅方式，中国就鬼下，我是觉得层次就会高起来了。好，我感觉唱嘢按好上模样唱大爽，好，安子这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，来回坐可以啊。哇，你看很多学生的生命都交在他手上。哦，真的哎，真的。你们苗栗市莫金用改善，莫用改善，清新学子全部筹好民国的茶。好好好，沙落，沙落，嘿，你嘅 V 面咋？连上五关呢，来自童言中啦，罗浩演带来韩歌，来，弹好了。韩国后吧，声音的安多沙，韩国树下做了个路人家，喊谁的俩高松高下，唔知过会有几多年，韩国西路变得爱人处，韩国天空。请求莫名照顾，喊谁的拉高呀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，比个东啊西啊，比个天地，比个暗有多亮你爱爱。行嘅行難，行到哪裡去？行嘅路下最相愛在去。比個東啊西啊，都是給你，比嘅愛人都了你愛愛的，不管行啊行。西路变得爱人处，韩国天空请求莫名照顾，喊谁的俩高呀高处，几多春夏秋冬，比个东啊西啊，比个天地，比个爱。都了你的愛眼的，不管行北行南，行到哪裡去，行去路下最相愛真去。比個東啊西啊，都是給你，比個愛人都了你的愛眼的，不管行啊行。不管行啊行到哪裡，不怕永遠的心獨立。好耶！好深情啊！刚刚走来走去在干嘛？
因为一首歌曲歌名係韓歌啊，就喺舞台上嘅韓來韓去。你在角色扮演，對，還是有他的水準在。有啊，真的唱得好，唱得好。因為其實26年期間其實真無限，之前有來送 TPK 時間有講嘛，佢好似青島行業嘅東西嘛。係啊，做表演沒有。我要去台灣客家山歌團，喺做導演。導演啊，導演。哎呦，錯。挺厲害啊！因為我哋那個山歌團有青島嘅團員都很資深，對，還有很多的新傳師啊。那你有冇請去做導演？因為我之前其實是裡面的團員，剛好那個羅導嘛，大羅導，他因故有自己的一些規劃，然後因為我之前在底下松海是念碩士，是念導演，對，錯，就剛好有這個因緣機會，有專業背景，所以當導演一定要姓羅就對了。大羅、小羅、帥羅，好，那我敲鑼打鼓沒有啊？那我可以去當導演。可以啊，東演州的啦。好，那唱完了，繼續比下嚟啦，哈，唱那個蛤蟆老師有時候可以欣賞。好，那個。你的聲音越來越成熟了，好，但有幾個重點還是要提醒你。山歌團呢，有很多朋友，那啲山歌團體位，他們是唱山歌，所以他們99%都是聲樂的唱法，所以啞嗓也是聲樂的唱法。哦，但是你的頻率是拉在中高頻，所以你的所有的聲音一樣是喉音，在高頻的時候半假音是壓喉音的，所以你的聲音有一點韻味哈，但是在高頻是撕裂的，而且聲音是變薄的。那馬杆眼音就是因為你的嗓音聲部拉太高，所以你只能唱什麼？唱聲音比較暖的，沒有穿透力，因為你沒有重新有顆粒狀重新發音。人家說倆現在的歌手產生的一個問題，因為客家歌曲，然後歌曲腔調，你的語音都沒有到位，所以人家發音的部分可能你要好好想一下。給你一個建議，謝謝。這樣一會。來，專業歌數補充一下。浩源老師來補充一下。老師啊，我哋在去年嘅時間其實有在比賽嘅時間度到，對，然後那時候在聽他唱的時候是比較動感的歌曲，對，然後就是聽他唱那個情歌的時候，還是有被他的聲音就是驚豔到，因為他的音色本身就很亮，所以在呈現上面的時候會讓大家覺得哦，我聽到一個情境，然後你都有好好的把歌詞唱出來，這樣子對。但這邊要小小的建議一點，就是因為之前聽過你把聲音放出來的唱法，我覺得很好，但在這首歌是比較收的，所以收的表情可能會比較難控制，對，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去再順一下自己的氣息，然後練一下收的表情，對，這樣會讓聲音獲得更大的發揮，這樣子。哦，好，謝謝。是毛玉華先生，好，了解了哈。所以兩位老師的建議，好，謝謝導演，謝謝。唔該。什麼導演？要送一籌一下嘛？對啊，沒有，還是要上去的。送一籌一下啊！前一個 V 面再補 V 籌一下，籌誰一下？五官啊，五官，最後一半。撒下來五官都順利，順利啊，好吧？好，安尼今日流行歌曲組已經都要告一段落了。暖身賽沒有比賽，嘿啊，反正暖身一下，哈哈，禮拜就開始比賽了哈。哎呀，當然還是要謝謝我們辛苦的評審老師。什麼 CV 評審先生？什麼一環？郭德清後，以後不常來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傳統組的咯。殺了哈，來，暖身賽。好來，看傳統組。山歌唔起，應該講你的經驗啦，他被上台面還會小可緊張。不會啊，但是一上去一衝啊，尖叫聲一來，你腎上腺素激增的時間。因為在台上你要表現好的一面啊。對啊，你一樣啊，你現在在台上面就要表現好的一面啊。所以你剛剛還考得很清楚咗嘛？你係廖本欣賞公平就好了。哎呀，
也都係呢傳統嗰個步威爭霸賽。步威爭霸賽，他就個鄧清九嘞，亞運規格比賽6年總算啟動，有沒有？但是根本唔係正式比賽啊，暖身賽。本來就係飛一下，企喺舞台同我嘅感覺。我相信佢哋咩一天當上一隻舞台。唔錯係啦，嗬，咁噃。非常培養有隻舞台，對嘛？係啊，總算轉來咧。係咪用研究啊2年人？係啊，尤其係個茶量館就高館嘅啊。對啊。你個微面炸。微面炸。係冇。嗰種茶量館，哎呦。連續8館等6年。讀到耳前啊，冇辦法。嚟介紹下嚟。你係微面炸，總研究你就是。哎呀。底下真係好好嘅訪問啊！哦，因為2年，係啊，都在默個心情啊！你以前嘅期間嘛，係啊，也希望那微面炸也係已經8關呢。係，哦，迄都是正式下禮拜正式比賽以後順利的過關啊！順利過關，好冇？應該冇問題啊！2年可能累積青島嘅。嘅上個衝過嘅心情爆發出來。好啦，啊，當然也今日冇唔算正式比賽，所以冇評分。但是冇評分哦，還沒有有搶到評審欣賞的，他講給下嚟。評審欣賞我飛一下，平常怎麼讀書？用蠻認真。認真。來，介紹 TV 的。好，李秋華欣賞，林贊一欣賞。曾明珠先生，好來欣賞介紹出嚟。係啊，哦，等下欣賞我開始，雖然冇評分，但是沒有公平一下。我突然有啲參賽朋友建議啊，兩樣嚟創較好啊，啊分數會較高。但是一比賽咁樣研究，他個無來，可能會對一隻舞台較生疏啊。生疏，咩會啦？咁樣辦啊？嚇，應該做的倡議就前比來，表現一下本台自家來。有冇觀摩一下？有冇賽前觀摩嗰種？不要講要前邊都要按嚟衝啊！衝得比我拿扯，我就有信心了。冇啦，冇可能，你那有可能做任何事情。但是人家都參賽朋友咩身經百戰，對嘛？我記得講話嚇，咁行嗰時咪嘅有隻馬前邊就冇。跟某一天係啊，有啲前邊嘅舞台嘅台風嘅，企喺動岸嘅種巨星感冒洶湧啊！做埋咧前邊做得得到好嘅名次。係啊，咩得到好嘅成績。對，本日睇下看啦。係啊，睇自家嚟觀摩。嚟，有請一位前輩啊，睇前輩嚟。李文芬帶來3個字。嚟，談看啦。送了個淚那退啊，心放了風啊，這上個歌那詞啊，熱進了鐘啊。
係兩位主持人好，關鍵歌手好，冇同樣哈，大家叫我見面，電視機面前嘅觀眾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雖然2年冇比賽，但是喺2年當中，你要來參加，大家呢學校群間比賽啦。哦，真的啊！所以喺度之前法案都審視，做喺 TPK 班都冇效。冇上去看睇啊！要啦，佢上半屆都比賽。已經群做咗示範，係啊，佢有參與感，跟觀眾朋友有馬上直接連接。係啊，之前嘅就會清理去果樹啊，有講線樹咩做得來參加嘅嘅開發嘛。係啊，而家真是比賽。啲觀眾朋友咩啲電視前面咩做嚟咩做評分了，哎呀，到創作樣板嘅咧，佢有參與。係啊，文憑先生嘅2年嘅冇係乜嘅最近。最近下接就語言啊，語言。跟大約嗬，最近從因記憶力退化，有一點嘅健忘。係，佢本來拍係講喺確診以後係後遺症，結果就拖去醫院大2禮拜去做檢查，結果係個甲狀腺發炎，導致腦霧，佢一點拍你個腦霧，甲狀腺會影響到腦筋，係啊，冇檢查咪唔掂咧。啊，佢可能甲狀腺腺體嘛，一樣用到嘅用腦啲會多。哦 ，X 光片找出來是一點白白。哎呦，佢本來我拍個佢確診過嘛，我拍個係後遺症，結果係甲狀腺發炎，影響到佢平常時嘅生活咧。哦，比如講聽佢係做下天一杯茶，佢響度做下個就唔知要做乜㗎。那我會唔會也發炎？係啊。29。29歲，真後生呢。係啊，我咪當時講近排少年健忘症。哎呦，真係好驚。我哋嚟檢查是做個要下好。哦。以前用板眼去治療就好咧啦，唔會見到見好。哦，所以佢最近無限就咧照顧佢來，係係咁嘅意思。係，聽哪快聽。對，哎有乜嘅建議俾我哋？學弟學妹們，朋友們，對。所以我頭先嘅比賽嘅心情轉寫啲歌詞啲報道。比賽我第一擺啦比賽，第7關就本應回家，回家吃自己的。因為嗰下我係冇乜嘅了解，嗰3種曲調到底係唔用伴奏，所以我昨日我就想講嗰3種曲調，羅山歌、山歌詞。聽版到底係乜嘅東西？非常用心嘅去了解研究。嗰3種其實係完全冇空調嘅歌種。我佢全部搞清楚來，我就倒轉來，我就直接講，我係那年度總冠軍。所以佢咪即刻係一種自信心啦，自信心就挺好。孫中山，你看革命就11次了，對不對？係啊，咩唔使救啦？就會講我有痴心啊，對啊，叫你記下拜啊。係啊，係啊，不足嘅東西。下腿唔怕，個上腿就好了嘛，補充它。但是其實要自信，其實要定名嘛。但是有的會參賽朋友，自在，我只是自在參加，咁樣冇一定要定名。有定名咁樣算傳導誒，啊，你表示講，其實表示講人嘅國語有本先生嚟認同，肯定認同到，以後嚇。自信係重點。你了解啦，不緊張嘛。還好啦，唔會啦，按叫冇來啊，係啊，來，按你馬上嚟進行比，按你暖身賽，好嘛？有冇麻煩你文憑先生啊，做客座評審？哦，按你啊，哦，真麻煩咯，麻煩咯，好啦，請回座休息，按你好，來，咱哋馬上進行呢暖身賽。開始咧，準備好咧，吼。好嚟，好。有請到 TVB 啊！有請你嘅 TVB 係來自桃園中樂，而你嘅總必爭帶來羅山歌。好，嚟彈開啦！山歌唔係。
哎呀，哎呀，你整季好，帅哥美女，亮眼无见啊，亮眼啊，哎呦，啊，唔会紧张啦，啊，看到我哈。有没有紧张啊？有紧张。你用烧就有些紧张。咖喱文本身上面讲的爽的是君临天下。武则天呐，跟某 Q 让台上跟台下感觉不一样啊。哎，功劳做黑龙天师啊。真的哈。哎呀，但是应该讲人的经验啦，哎，他被上台面还会小可紧张。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但是一上去一冲啊，一来，哎。嘿，尖叫声一来，你的肾上腺素激增的时间。因为在台上你要表现好的一面啊。对啊，你一样啊，你现在在台上面就要表现好的一面啊，所以你刚刚还破音呢。讨论清楚咗嘛，你留本欣赏公平就好了。我先本佢哋建立下心情嘛。对，好啦。係啊，也係講疫情2年已經荒廢了人家溝通。係啊，係嘛？荒廢哈。因為政府規定說不能開放唱歌那些，什麼都不能。啊，那在家裡可以唱。去卡不卡都會衝啊。因為我在家很少唱，講真的，很少唱。公司採訪，你在副卡會練習嗎？會衝啊，唔會。其實係啊，個衝動。誒，副卡演講法見難聽嘅，你喺衝過還會本幾條公平。對。我不打衝動，怎麼？我不卡有點卡拉 OK 是衝過位的地方，啊，也設備的還不錯啊。哇，問題是，從來不會走進去，你還不知道怎麼開這樣。對，真的。你在家裡唱，有時候會打擾到左右鄰居啊，對，有的不喜歡啊。衝得好，衝得清後還走的啦，衝得模糊堂就是噪音啦，就噪音，就會被投訴。天籟之音跟噪音差很多。對，衝得來堂欣賞來講評啊，欣賞哈。對。啊，今日我感覺你上當太白，當好。但是因為緊張，唔可多啲人家托很多啦。冇緊張，輕鬆。唱歌一句唱嘅時間抒銷過一筆哈，平復你嘅心情哈。還有加你上歌唔係靠手出嚟，你要盡音唱到抖音。啊，唱歌唔係講做唔得，但是你一開始俾你感覺你盡音唱到，所以盡到後邊你會感覺你話俾你多少感覺要표現嘛，注意哈。講起好少才那，山歌係用四季 NDC 演唱嘅，是17、8，冇錯咯，17、8，哦，17、8、9、10，啊。7、8、9、10係開錄，嚇，所以你要為頭前唱戲，你要俾人家所以說10的咬字你就要注意啦，嚇。歸屬來講是做對啦，嚇。所以說本日就建議唔好緊張，慢慢地來，嚇。希望下回年紀拿到更加好嘅精神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唱我哋連續性3個嘅唱。好嘞。好，畢竟小子啊，嚇，其實平常唱歌應該冇問題。做的表現都挺好，但是今年呢，一上到台檔來發覺你當緊張，個聲全部當現，雖然有個亮度，但是當現落去呢，個每節的每音，就會變態，係呐，就會冇準咧，咁樣呐，所以咬字雖然會張，但是唔好為到會咬字張，個潤呢做到恰貼咧，按出唔好，相對嘅會。扣到分數，希望真是比賽嘅時間呢，拿出你嘅水準出來，準備好咧，做得自然嘅上數，都得唱到前好，好嘛？好，加油！真晒啦，係啦，好彩係咪？係啊，痴心拿出來，係嘛？韻腳做好，咬絲嘛，係嘛？嗬，唔使緊張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很不對，好嘞，謝謝，好，謝謝，我們畢姐姐，好嘞，沙嘞。沙雷啦，落獎嚟啦，嗬，來自桃園中啦，彭水峰帶來平板。好嘞，彈我啦。
哎呀，西风太公好，兩位好，你好，哎呀，精神以後，很久冇看到你哦，冇啊，哪有眼球？一中間個貼片樣哦，個貼片嘅幾百人要唱唔來啊！哦，係哦，我唔記得，老人痴呆了哦，咩腦啦，係啊，就像個李文斌先生嘅那樣啊，冇啦，唔會啦，係，依嗰時配嘅情書啊，係冇？係啊，對啊，2年以前有嘛輸了嘛影響嘛，將嘢嘅做個水天係嘛，冇乜影響啦，哎呦。冇乜影響，水天冇影響，董事快啲仲會漲啊！哦，漲係啊，但是唔會驚啊！以前哎呦，非洲人咧冇卡，你會驚？唔會，我家上班沒人講，我大概高端去，不如做餐飲咩啊？大高端哦，係啊，哦，你大高端做餐飲係啊，春節2萬球啊！哦，有金錢有啊，講過呀，有張奎是高端出來的時間，就徵求那個臨床實驗嘛。大多拜嘅呢？我大500，唔記得講到啊，全部高端啊，全部高端，護士小姐就。你要翻嘛？我唔係話我對高端，哎呦，非常有信心。哎呦，哇，台派的，台派對，台派，愛台灣的，愛台灣的，哎，我也打了一劑高端，是嗎？你才打到一劑哦，太少了啦，太少了，哎呀，太少了，也冇打的啦，唔是啦，你以前會。我給說慢慢的，縱使得到也沒有什麼大問題，沒問題，像感冒一樣嘅，跟有得到嘛？當拜有得到。冇啊，冇啦，冇啊。其實共同睇其他師範都冇得到。奇怪。麥雞唱完會速啊，麥雞全冇啦，麥條片全冇啦。但是那呢，冇辦法演日本了。我唔驚，韓幣雞。中東街道全部要我出櫃，我用都唔得出櫃。哦，台風嚟啦，身體健康就好。健康，讚，看人嘅身體要底。係啊，衝出嚟槍戰，疫情上。好嘞，公平下嘞嚇。好嘞，今日看到阿水峰啊，我就會想起來，在上一次牛來噶哈。我體拜人生體拜哦，你咩太體統係，嘟嘟體統。太體統，一拜雙拜來，嘟嘟我平時家啲體拜，我未讀到誒。我而家祈禱啲會，高到跳哪去？溜到巴蘭山，係啦，即係改裝。搶油哦，搶油，有啊，記得嘛？啊，記得咧。佢即講一個本地嘅甘肅啊，嚇，即講非常嘅緣分啊，嚇。真有啲緣。係啊。我91年多了哈，平時都了咩唔識讀過，體拜讀到。係用咗機器人。你都緣分啦嚇。講我哋哈，即講你下體拜即講無算分數哈，但是呢順豐創嘅平板啊，係一種平軟嘅嗰種平板啊，非常嘅軟密，非常好。但是有啲會講話，會叫那個緊張嘅呀，戲音戲詩嘅呀，聽我戲音嘛。唱歌兒戲，唱小時咪唱嘅，啊，咁我要表示一樣。但是今日唔係講真實的比賽，啊，等到真實比賽嘅，你做小心呢一點，啊，呢一方面，啊，但是有個禮儀嘛，順儀嘛，每一隻嘅小節嘅溝通啊，都要加強，嚇，加油！好，先生，唱先生，潘大哥，生非常嘅亮嗬，所以當時合唱嘅呢個客家山歌。基本上唱嘅平板咪當咗潤梅，咁講喺講緊嘅認為，嘅平板雖然按讀平板，嘅歌帶潤嗬最好係盡量攞佢做出來，下咗喺啲山歌嘅味道。比如講提起佢十鼓平平，喺唱一段好啦，十鼓了平哪平啊，嘅盡用嘅重潤。盡音好，撈個上調上去，喺十個輕輕咁變下來，個平板嚟嘅歌帶人就全部做出來咧。所以呢一方面你做得自家加油下，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啦，什麼問題啊？什麼問題？還好，你唱歌本來就懂得韻味啊，係啊，哦，喊一擺真實比賽嘅時間，好嘛？好，加油啊！你哦，你應該當上錯到嘅當行，有呀，好啦，好，身體健康哈，按住這好嘞，好，好嘞，沙來來吃新北市主水節帶來羅山歌，好啦。人生才是
吼，有意有难做来就确诊。咱真有啦嘛。系啊。按感冒。系啊，个唱吧全部抽注意了啊。对啊。他有样用过吗？牙嗓音？还好，就是进咳嗽的一点。咳嗽。才是。身体。水酒字吼，要見面的啊，對啊，用沖起來呢。呀，有上次會先會讀到。係啊，哦，沖得有感覺啊，你排泄排泄啊，係啊，做慢排泄。唔會啊，唔會排泄。香蕉冇沖係啊。係還好。還好啊，疫情當中冇去沖到嘅乜嘅，對冇？疫情哦，還冇啦，只要有疫有難做嚟就嗰種係有確診。哦，咱真係有啦嘛。係啊。按感冒。係啊，個唱吧全部抽注意了啊，對啊。他有樣用到嗎？牙嗓音。還好，就是進咳嗽的音啊。咳嗽。對啊。咳嗽啊，可是通報1個禮拜就好嘞。哦，就好嘞。啊，唔會老係通報好嘞。對。哦，你身體剩一天啊。我每次都不還是。慢慢就是清唱了，要慢慢又學愛現了。哦，又愛現啊，對啊，理事長講你們愛好嘛二胡啊。哦，學愛現。啊，1年中間是疫情了假裝嘢啦。學10條10首歌的。愛10條歌呀。10首，對對對。我個老師。就陳老師跟老師係謝其國老師。哦，是謝其國老師徒弟，是主。還是會10條，是最後了最尾個係平板。平板沒練了，我說老師我不會，我不想啊，不行。他說你一下會，我不能做。活到老學到老嘛，對嗎？對啊，後來年紀慢慢變大了以後哈，呼吸東西其實是一種活化腦袋，對啊，可能比乳鐵還要好。乳鐵蛋白啊，兩個補充嘛，對啊，雙管齊下。學到位的時間是還好的啦。好，第1首、第2、第3、第4、第10首就是平板。哦，平板就是正線，那個
老师就说：“哎，郑胜武好像不会耶，叫一学啊，哎，学出来了哟，啊就会了。”啊，就变反线上唔可以聊冇學咧，唔敢。還沒有。關於游擊比，會啊。也轉一開始學。明天要上課練習了。明天正式上課。以後寶玉老師沒來代班。對啊。哦，這個要很久。查經驗哦。那差很遠啊。好玩好玩啊！人家是專業級的，對啊，懂有。對啊，對啊。對對，關於游擊比，你知道帶落挨下。係啊。我叫你加分題，叫你上網練。上網練，好冇？游擊比把好嚟唐先生公平啊。哦，唱秋下欣賞。我感覺你咁樣起呢，都是有一個的喂，因為你嗓唔係講動浪掉，所以你唱咁樣起呢，對你嚟講可能係挑戰。唱就會起比較較急的喂，人都冇高冇拉啦，哦冇夠拉呵。所以這方面我是本着建議，就算腳唱得清楚，有多個確診的人講，你講個氣候比較不足，所以你在來個人方面可能佢比較吃虧的喂。是本着建議，你將腳唱好就好了，唔一定要唱很高音。這方面本着建議啊。所以咯，你講心態條我要學生個，因項目結果我在讓音60首歌詞出來，係咪10首歌詞、2首歌詞去調幾首歌詞嘅譜？有強當冇？我講冇強當。心態條係用詩來做人腳，一首歌一首人。所以我講神殿藝術熟嘅，來再去啲練，佢就比較還有嗰種嘅經驗。所以記得唱歌咬字方面，個音準方面非常重要，司機8節要注意啊！好，謝謝老師，謝謝。好，唱感情上。好啦，水姐哈。山歌哈，你唱嗰啲人咧最標準嘅老山歌哈。但是我感覺係乜嘅？唱嘅咧，每一句地位嘅比如講4-3-2-2-3嘅方式，結果唔係唱嘅咧，唱到後尾嘅天意機嘅唱嘅咧戲詩戲嘅嘛，戲啊，唱嘅咧確診過後嘅嘛。都係為嘢對吧？比如講人生才是。愛自由，這戲體嚟啊！愛自由難，都真實嚟比賽戲嘅哈，所以注意，好好注意一點。你頭一格。山歌出來浪調咩？最主要就係咁樣，用板嘢嚟做韻腳。我真係唔記得咯。人生才是點啊？才是。來，你是沒玩用。這個 tempo 用。嘅誰來，他不要用衝吧？嘅係衝一搖錢啊！呢種吸震嘅大方嘅木中央啊！以後注意啦，點做嚇？好，謝謝。好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好，謝謝。好，什麼？好啦，沙下來。沙來自後山花蓮結案，一天給我帶來山歌詞。好啦，彈快啦！不到了來記。
阿狗子啊，阿狗子哦，又冇見到咯，哎呀，就是6點人出來，6點人做炒炒泡茶來啊，辛苦了。好彩也泡茶當腳啦，2點人鐘2點鐘都到，就到啊，係啊，哦，只是按部的轉移較麻煩啲呢，一個是不然要錄樣拖到時間，你下茶標先到，對啊，法典後山後水嘛，應該公益黨好啊，身體應該當健康，冇確診哈。有嗎？有啊有，啊還能有啊？法典也逃不過。哎呀，確診唔怕啦，可能有點抗體啊，冇乜樣用到就好了，看沒樣用到。有打疫苗，較唔驚較輕症啦，唔好講安尼較重症啦，就會錯啊。會錯啊你。就正經像感冒一樣。對，嘿。哦，調養一下就好咧。以前當中有那料嘅乜嘅。就千嚴重家都唔敢做咩，當日就去採鹽啦。哦，採鹽。係啊，都烤種菜啊。係啊，自家種自家食。自家種自家食啦。體平動態啊。冇，當400片。哦，400片啊，切開嚟好冇？冇啊，當400片。分兩天嘅天個甜啦。講唔係杜詩言糖嘅吧？你們阿妹哦，400片冇。cái農地上海農地啊。係啊，個種幾多咧？夢想你嘛。種一時嚟聽啊。係啊。做好種。土種冇天氣哈，迄個是要跟農地去買同佢講下嚟哈。做嘛土種沒有力啦，你做沒有力啦，做自家雇傭啊。較遠的喂，較遠哦。像太海啊、龍潭啊。冇，你就你帶個附近嘅山檔買起來就好。哎呦，我今日有冇看到一堆？花蓮的提親貨，親貨，對啊，做得去花蓮買哦。但是小可會咁痛遠，因為退休做得去啦。是一啲退別咩？你哋按風，那有時間。哦，就種菜啊。種菜，還有啲菜園發現到乜嘅東西冇？菜園就有一擺啊，仲係都印種菜，都印個產錯，就印蔥山果啊呢，都學蔥啊，都係連蔥啊呢。清好。啊，蔥即係產錯咩？啲產，喲，因為以為炒刺雞啊，刺雞呢個刺雞哦，刺雞，對。哦，很多刺雞。啊，都呢個，哦，我都刺過。生卵，香本來腳條過到。哎呦，哎呦，要不然你就是扼殺了2個生命。對啊，所以好得冇過到，所以個當埋做個錯嘅，我都唔敢去參與。對啊，就後來就學起來咧。冇，我都看到佢都比這位咩，看到我佢學到嘅都比這位。強到一般啊用。啊，我都嗰地方我都唔敢去參與。等下啲下都轉去，天熱都轉去看，喲，用嗰個刀啊，嗰輪啊，全部唔見佢哋，見到板布嘅呀，有板正嘅呀，發現嘅呀，本來發現其實嚇到嘅點啊，係啊，佢表示嘅農地係自然環境，自然嘅環境，旁邊都冇乜嘅油污啦。哦，冇啥乜嘅農藥油嘅冇。青色，種菜青色咧，自家食咧，我都冇。錯咪用餐你睇到，冇講食藥嘅，冇食錯嘅。哦，誒，當好教。農家人就農家人就會咁樣。有沒有？羨慕啊，羨慕，真的。哦，要在疫情當中發好搞嘅事情。對，就好種菜，都菜園就印餐錯，印蔥果，哦，挺好呢。對啊。對，真。啊，你今日創對唐先生嘅公平啊！好，請朱先生。花蓮過來必須嘅人啊，嗬，因為佢愛按做出發，水啊冇水到當好，尤其今日愛唱歌嘛，前日安排一定唔係當好水嘛，按是會影響到你嘅上人，冇人跟平常時做得唱到很好，但是呢，因為呢，唱了呢個上人嘛，嗬，是會受苦會壓人，嗬，個受傷受體氣啦，嗬。
一方面也係因為你緊張嘅問題，吼，是會壓傷，吼。個真是比賽嘅時是會影響到分數哦，吼，所以一定要去克服，吼，你按樣辦人來想辦法，不如突過去，冇緊張我拿第一名啊，吼，如果你會按樣也是不錯的嘛，至少如果累積你個唱歌嘅經驗嘛，韓白人都發現做得突動一面，吼，自家做得唱。也做得很長咁樣嘅呢，冇講來啲位，因為你北部嘅強數下多咩，所以唔是會影響到人心情，好，繼續努力哦，好，謝謝。花蓮都係田教姐辛苦，師母先生。其實根本一場嘅三個字，除了cái sang yêu hòa Á đều họ，強潤也蠻好。咁嗰個三個字嗬，佢係節奏係前進式嘅節奏，所以你來注意該最好係應該前奏出來時間就身體係聽個節奏真聽通。比如講提起佢客家了風那情啊，你聽個節奏繞點去，咁就做到個三個字嘅個。潤腳潤面，個三個字嘅味道就出來咧。還有個天意嘅權謙奶酪，權謙到奶酪個用三個字算到係一隻轉版嘅素材，轉版個係轉比醬嘅時間，你係感覺卡，你就做得加隻貼士，比如講權謙有奶酪啊。佢就從而咧話加當順，轉而有機會你自家去佢啦。加油！好，謝謝先生，講好建議嚇。先生，係啊，從點去保養好自己手，冇人見中，去水好來。所以因為香港人很多那種菜按照演唱歌嘅。啲副腿當空就按用衝就好咧，我喊唔見中。好啦，好，安子姐，多謝。多謝住嚇，好嘞，撒下來就係你連續8關嘅 V 面站，來自桃園平鎮，從一曲帶來平白。來。兩位主持人好，真係個避免炸嘅，從以為感覺冇強咧，青吃菜真的有羊啊，你有感覺講不愛讀八關嘅，突然間就是度過2年天2年，
挂到个心肝肚诶，卡的。对啊，不用水风灯，喊他叫，系嘛？水风太高。给他记下摆。一灯夹夹痒啊。我之前像水风高肚，有平树歌，平树啊，有搬来搬一个嘛嘛。有哦，连续8关诶，几厉害。还有2关。还有2关，加油啊！暖身一下，对啊，努力，努力啊！但是疫情当下，要亮眼有点密码嘅事情，有确诊嘛？有咩冇唔敢做重演啦，同多年嘅猥琐唔敢去客散啦吼，平常去啦啊。假日冇去，假日向多年。我去客散的时候，天空啊，天空。系啊，有摆客散啊，俺朋友说啊，大家去阿去，吼啊，大家熟识都唔讲过有嘛疫情啊，啊，佢嗰擺有帶夾媽媽去阿去，其實佢都長頭去嗰條路啦，嗰條山路啦，夾媽媽咪去動到擺，啊，去就冇問題啊。將來嘅時節，大家下來嘅山下咧。我上查咧夾媽媽衫磨下來，用個山哦，太講意思哦，都在於山當潛來潛去哦，潛當到連，要當講佢跌到個平港下去，個坎下哦，因潛要磨，都啱不退6點人團舞咧，啊冇辦法咧，啊就下山去哦，我去報警察，啊警察要講吼，我。幾多點鐘過後，將做去搜山，將去潛，啊，做個檢察局個電啊，電動叫啊，吼，電到差唔多7點人，哎呦，佢個連沙打電話來，吼，講爺媽媽吼，本人帶到要本個一堆嘅哦，咩，跟人嘅做些兩公婆3親啦，原住民啦，哦，佢拄到佢啦，啊，本佢帶咗木卡去啊，佢講佢唔記得夾木卡天花啦，記得夾隔壁人嘅天花啦，所以打天花。哦，佢很好的，很記得天花。好的，係啊，可能拄到嘅模型啊，有冇？係啊，變鉗走都唔掂。80人歲哦，講死。哎呦，好的，嗰兩公婆叫，看到佢一啲講佢行唔出路嘅啦，啊就拄到嗰兩公婆在做些，拄也專家啦，專家佢就老伊講，啊其實老伊帶轉衣服哦，幾好的，有驚無險，冇嘅故意啊就，佢就當熟嘅路啊，佢講唔點樣我話嘅做樹殺，其實做真樹殺嘅，就上山去啊，我下山嘅上山去啊，好的有錢多嘿。很多機會呢，真的很恐怖誒，其實，我覺得，會生意啦，這個要注意，還是要小心，還是要結伴同行哈，好，對，好，安尼來，從頭唐先生講邊啊咧，求下先生。粵曲講嘅等2年，初年嗰位因為疫情嘅關係嚇，在呢2年當中啊，要接上可能去出外去表演比賽，拿到很好嘅成績。哦，平常是冇來點樣比，或係外面比啊，加唱歌嘅嚇練一個膽量，所以你唱歌就比較輕鬆嘅啦。啊，冇以前咁緊張啊，因為我山歌唔錯是有道理哦，社會唔會掛壁去哦。所以山歌加緊唱啊，按樣嘢咯，心情上會輕鬆啦啊！你今日唱咯，當然啦，落獎了，對你來講咧是非常輕鬆嘅。但是叫冇唱腔咯，還是多少因為一點點不辣鹽，好，後背準備一條線，好線嘅時還多少因為可能數面嘅時冇講數檔好，會一點還冇一點點不漂音呵。因為當到唱歌要加會比賽咋，你注意咧咬字啦嚇。唔講風情唔係風情，客家人、家庭、家中、土屬、淑女、山歌、歌唱，嚇，那一直是看你用到在那位念法就冇腔到，所以希望大家注意。哦，咩個腔到是個是按唱法，好，記得咯嚇。希望下回能夠可能更加好表現，加油！好，洪先生，老師充電，好。但是今日雖然冇評分啦，但是佢美面咋，對嘛？所以按呢喊呢叫我唱幾多美面咋一部位坐啊，去面坐一下啦，好嘛哈？好來，感受一下，好來，唱從美面咋一部位，
就用筹留言系啊系啊，给公司管啊，传给3万元。真的真的。好，安尼今天暖身赛哈，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哎呀哈，下礼拜就正式经验的口唱比赛了。冇错。哎呀哈，好唱歌的朋友哈，记得来报名啊。哎，真是咯，记得打电话来，让66667让6让等待自己打电话来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以外呢，还没有多谢安尼辛苦的评审先生哈，谢谢，辛苦嘞。哎，隔壁产出的朋友加油哈！好嘞，谢谢。今年参加过关，嘿。还有什么年过最欣赏？哎，谢谢老师们。小康大乐队辛苦嘞，天窗公分演辛苦嘞，子谢。好，下礼拜哈，哎，一天的准时收看的哈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穷下来，再见，拜拜。